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同工，有機會呢次7月嚟到溫哥華教導呢個系統神學2，好寶貴關於基督論同埋耶穌基督嘅救恩嘅題目。如果按仔細嘅分論呢，就係有人觀、律法觀、罪觀、基督論同埋救贖觀等等。我哋會用1個禮拜嘅密集，交咗4個小時嘅預錄，係好精彩嘅內容。我首先會從框架了解呢個5個論：人論、律法論、罪論、基督論同救贖論。把握呢個框架嘅時候呢，我哋知道人係無力自救，我哋需要耶穌基督呢個唯獨耶穌基督神人嘅救主。跟住我哋會將教義同我哋嘅人生觀同我哋嘅大使命結合，讓我哋呢啲學習能夠應用喺我哋點樣判斷我哋人生、理解世界同埋理解神俾我哋大使命。呢個神學框架仲係一個3足鼎立嘅神學框架，就係有聖經嘅基礎，有歷史重要教條嘅參照，同有神學理念嘅整理。最後呢，我哋會處理一啲有啲人唔詳細了解嘅重要嘅神學觀念，或者有爭議性嘅神學觀念，包括因信稱義、唯獨恩典、一次得救、預定論等等。我深信呢個課程係好豐富，期待你參與。